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深圳嗰邊嘅網民喺度熱烈討論緊一件事，佢哋話我哋香港人身上有一股好獨特嘅氣味，嗰種味係由心而發，甚至係由毛孔滲出嚟。只要你一過咗關口，就算你一粒聲都唔出，唔開口講廣東話，就算你收埋咗張回鄉證同埋特區護照，人哋一眼就睇得出你係香港人。佢哋甚至形容我哋好似自帶一個隱形嘅結界彈，行到邊度都同周圍嘅環境有一種莫名其妙嘅距離感。呢樣嘢聽落好似好玄，係咪？到底係乜嘢嚟呢？係咪我哋噴咗啲乜嘢特別嘅香水？定係我哋浸窮酸味太重？抑或係有一種講唔出嘅港味？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拆解呢個香港人隱形結界嘅真相。其實呢件事嘅起因係喺小紅書同埋抖音上面，有好多喺深圳商場做保安嘅，喺餐廳做侍應嘅，甚至係普通嘅深圳市民，佢哋都話而家去到深圳福田、羅湖或者南山，遠遠望過去就知道邊個係香港人。佢哋話香港人身上有一種氣場，仲有一股味道。有一位喺深圳開咗15年茶餐廳嘅老闆就話，香港人一入嚟嗰種感覺係好明顯嘅，唔係話你住得特別名牌，而係嗰種姿態同埋嗰陣除。講到呢陣除，大家最先諗到嘅可能係香水，但係深圳網民話呢股味道唔係 Chanel 或者 Dior 嗰種名貴香水味，佢哋形容呢股味道係一種好乾淨、好清爽嘅味道。原來好多香港人都有用柔順劑嘅習慣。特別係嗰幾個日本品牌，或者係由細用到大嘅金紡，因為香港呢個地方地少人多，好多人屋企晾衫係晾喺室內，或者係擺喺抽濕機隔離，所以衫上面嗰陣洗衣液同埋柔順劑嘅味道會留得特別耐、特別濃。對於習慣咗大乾大曬，或者習慣咗比較重口味飲食環境嘅內地朋友嚟講，呢股淡淡嘅柔順劑味反而變咗香港人嘅標籤。你試下諗下，喺一個充滿油煙味或者係塵土氣息嘅環境入面，突然間有一陣陣清新嘅花香味或者係海洋味飄過，嗰種反差確實係好大。除咗柔順劑味，有網民仲話香港人身上有一股酒精味。呢度講嘅酒精唔係話我哋係酒鬼，唔係話我哋飲到貓晒啖過關，而係由2020年開始，呢幾年嚟，我哋養成了隨身帶、消毒搓手液、酒精濕紙巾嘅習慣。你去到深圳食飯，香港人坐低第一件事唔係攞餐牌，而係喺個袋入面揩支酒精出嚟抹台、抹手。呢種對衛生嘅強迫症喺人哋眼中就係一種好強烈嘅信號。呢種習慣係我哋由2003年沙士之後一代傳一代，傳到去2026年都仲係淡樣，已經入咗骨髓。對我哋嚟講，酒精唔係化學品，而係一種安全感。當你見到一個人坐低之後，先好純熟咁攞支酒精噴兩噴，然後用廁紙好認真咁抹一抹張台，甚至連對筷子都要用熱水沖一沖，呢個人8、9不離10係香港人。講完氣場同埋陣除，我哋再講下嗰個隱形結界。點解內地網民話我哋自帶結界？呢件事同我哋嘅行路速度、眼神同埋肢體語言有莫大嘅關係。你試下喺深業上城或者萬象城行一轉，嗰啲行得最快，好似趕住去投胎啖，眼神永遠直視前方，唔會同路人有任何眼神接觸嘅，9成9都係香港人。我哋香港人追求效率，由細到大喺地鐵站、喺中環天橋練就了一身摩打腳，就算去到深圳，係為咗放鬆，係為咗消費，我哋嗰種中環節奏都係放唔低。我哋行路嘅時候，膊頭會微微向前縮，重心壓得好低，速度快而穩，好似有一部隱形嘅加速器喺後面推住我哋。呢種行路方式喺步伐相對悠閒嘅內地城市入面，就好似一架跑車衝入咗行人專用區啖，非常之突兀。呢種結界仲體現喺邊界感上面。香港人好怕打擾到人，亦都好怕俾人打擾。喺深圳嘅地鐵或者商場，你會發現香港人通常會戴住耳機，無論係 AirPods 定係 Sony， 總之就係請勿打擾嘅模式。我哋坐低食飯，如果隔離台坐得太近，我哋會不自覺咁縮一縮，或者用個袋隔開自己同陌生人。呢種社交距離感喺講求熱鬧、講求大方嘅內地文化入面，就顯得
好似有個結界擔，將自己同周圍環境隔開咗。我哋唔習慣喺公眾場合同陌生人搭訕，甚至連對眼都唔想對到。呢種冷淡或者係禮貌嘅疏離，就係結界嘅核心。其實說到底，呢種港人特徵背後反映緊嘅係兩地生活習慣嘅差異。由1997年回歸到而家，雖然兩地融合咗咁耐，但係香港呢座城市培養出嚟嘅都市生存法則依然好鮮明。例如我哋嘅裝束，深圳網民話香港人最中意住山系或者簡約風。你會見到好多30歲到40歲嘅香港男人去深圳都係住一件 Uniqlo 嘅風衣，或者背住個 Gregory 嘅背囊，腳踏一雙 On Cloud 或者 Hoka 嘅波鞋。呢種機能風其實係因為香港人習慣咗隨時要行路，隨時要應付室內外嘅溫差。香港嘅冷氣係出咗名強勁嘅，所以就算係夏天，我哋都會帶件薄褸。而且香港人有一種裝備控嘅傾向，去過關買嘢，我哋會自備好大個嘅環保袋，甚至係嗰種有轆嘅買嗌車。有一位深圳嘅超市員工話，佢見過最誇張嘅係一群60歲左右嘅香港姨姨，每人推住一個專業行山背囊，入面裝滿晒鮑魚、柚子同埋大閘蟹。嗰種戰鬥力真係一眼就分得出。呢種務實嘅生活態度，喺追求潮流或者係外觀嘅後生仔眼中，可能覺得好老土。但係呢種追求極致性價比同埋功能性嘅行為，正正係香港人嘅特色。我哋唔係要去表演，我哋係去作戰嘅。去山姆超市掃貨就係一場體力勞動，所以裝備一定要專業。仲有我哋嘅語言習慣都係一個好大嘅特徵。雖然我哋而家好多人都會講普通話，但係我哋嗰種港式普通話夾雜住一兩句唔該、麻煩晒，仲有嗰種好客氣但係又帶點疏離嘅語氣，係好難模仿嘅。我哋習慣咗講嘢細聲啲，特別係喺公共場所，你會發現，如果一間餐廳突然間變得好安靜，或者有一台人講嘢特別斯文，嗰台多數都係香港人。我哋對打擾他人有一種天然嘅恐懼，所以講嘢嘅時候會自覺咁降低分貝。呢種低聲細語同周圍大聲喧嘩嘅環境相比，又係形成咗一個無形嘅氣場，將香港人標示出嚟。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呢啲特徵係咪代表我哋同內地格格不入？其實又唔係。深圳網民講呢啲嘢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係帶住一種觀察嘅趣味，甚至係一種欣賞。佢哋覺得香港人好守規矩，排隊排得好整齊，就算幾多人排爆師傅或者阿媽手作，香港人都會好自覺咁企喺條線後面，唔會打尖，亦都唔會企得太貼前面嗰個人。呢種秩序感其實都係結界嘅一部分。喺一個混亂嘅環境入面，如果你見到有一班人整整齊齊、安安靜靜咁排隊，佢哋一定係香港人。我有一個深圳嘅朋友同我講，佢最佩服香港人的一點係專業感。佢話佢見過一啲喺深圳買樓嘅香港人，佢哋就算係50歲、60歲過嚟睇樓嘅時候，都係攞住本筆記簿，寫低晒車位、座向、管理費，仲會攞把拉尺出嚟量下個窗台。嗰種認真嘅程度，令到地產代理都唔敢亂吹水。呢種對細節嘅追求，亦都係我哋身上嗰一層錘。我哋唔係話要顯得自己好叻，而係我哋習慣咗凡事都要清楚明白，唔想俾人呃，亦都唔想浪費時間。呢種專業消費嘅態度喺好多內地朋友眼中係好特別嘅。其實所謂嘅隱形結界，本質上係一種城市化嘅自我保護機制。香港係一個極度擁擠、生活節奏極快嘅地方，喺呢度生存，我哋學識咗縮細自己嘅體積，唔好阻住人，亦都保護自己，唔好俾人干擾。當呢種習慣帶到去空間比較大、生活節奏相對慢少少嘅內地城市時，就會顯得特別突兀。但係有趣嘅係，呢陣港味而家反而成為咗一種文化符號。以前我哋係睇港產片、聽廣東歌去認識香港，而家深圳人係透過觀察呢啲過關消費嘅香港人，去重新定義乜嘢係香港人。佢哋發現，原來香港人唔係個個都係西裝革履嘅精英，更多嘅係嗰種住住波鞋、背住環保袋、追求性價比、注重衛生、禮貌得嚟又有一點點冷淡嘅普通市民。我一見到有啲內地網民
開始模仿呢種港風穿搭同埋生活方式。佢哋覺得呢種簡約、實用、注重個人空間嘅生活態度，其實都幾潮。所以話呢陣除或者呢個結界，其實唔係壞事。佢代表咗我哋嘅文化身份，代表咗我哋呢幾十年嚟喺呢個南方小島上面磨練出嚟嘅生存智慧。當然啦，隨住兩地交流越來越頻繁，呢個結界亦都慢慢咁變薄。以前香港人去深圳係高高在上咁去消費，而家係平民化咁去生活。我哋會去食路邊攤，會去學用美團、大眾點評，會去關注邊間超市嘅牛肉比較平。而深圳嘅朋友亦都越來越習慣香港人嘅存在。大家喺排隊買奶茶嘅時候，其實呢個結界已經慢慢融化咗。有時你會見到香港人同深圳人一齊喺度討論邊個牌子嘅芝士撻好食，或者邊間火鍋店嘅服務更好。有人問我，你會唔會想洗走呢陣港味？我想話，點解要洗？呢陣味係由我哋行過嘅街、食過嘅茶餐廳、返過嘅工、捱過嘅夜累積出嚟嘅，佢係我哋嘅印記。就算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我哋仲係保持住嗰種守時、講規矩、重效率、愛衛生嘅習慣，呢陣港味就會一直存在。所以下次你過關去深圳嘅時候，如果發現有人望住你，或者覺得你身上有陣味，你唔使尷尬，亦都唔使覺得唔自然，你就是你，一個帶住香港特色、行路有風、自帶結界嘅香港人。呢種特質正正就是我哋嘅魅力所在。其實無論係結界定係陣除，都係一種文化嘅碰撞。香港人喺深圳嘅現形，其實反映咗兩地喺生活細節上面嘅有趣差異，由洗衫嘅味道到行路嘅姿勢，由社交嘅邊界感到消費嘅選擇，這一切都係香港呢個城市賦予我哋嘅基因。2026年的今日，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更加係一種深層次嘅文化互動。當深圳網民喺度拆解香港人特徵嘅時候，其實我哋香港人亦都喺度觀察緊深圳。我哋學識咗內地嘅便利同埋活力，而人哋亦都喺度觀察緊我哋嘅專業同埋秩序。呢陣除其實就係文明同埋習慣嘅交織。我哋唔需要刻意去隱藏，亦都唔需要刻意去炫耀。只要我哋繼續做一個有禮貌、守規矩、愛生活嘅人，呢個結界就唔會係隔閡，而係一種令人尊重嘅獨特性。最後我想話，無論你身上係柔順劑味定係酒精味，最重要嘅係我哋香港人嗰份唔認輸、求進步嘅精神。呢種精神先係我哋身上永遠都洗唔走最珍貴嘅港味。下次過關記得繼續行快兩步，繼續戴好你個耳機，繼續保持你嗰份香港人嘅高傲，因為呢陣除先係我哋最真實、最可愛嘅樣。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香港嘅流動名片。我哋喺深圳嘅商場、餐廳、街道上面留低嘅每一個足跡，其實都係喺度話俾人聽香港人係點樣嘅。唔係透過廣告，唔係透過宣傳片，而係透過我哋呢啲點點滴滴嘅生活習慣。所以如果有人同你講，喂，你身上有陣香港人嘅才傲，你可以好自豪咁同佢話，係啊，呢陣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浸咗幾十年先有嘅，你想要都未必有得學呀。講到呢度，其實仲有好多細節可以講，譬如話香港人對排隊嘅執着。你喺深圳嘅地鐵站，如果見到有人喺車門未開之前就已經自動排成一條直線，唔使人教，唔使人趕，嗰班人9成9係香港人。我哋對先落後上呢條規則有一種近乎宗教式嘅虔誠。如果有人未等入面嘅人出嚟就衝入去，香港人嗰對眼神足以殺死人。呢種對規則嘅尊重，其實亦都係結界嘅一部分。我哋覺得，如果每個人都守規矩，大家嘅效率都會提高。呢種集體主義式嘅自律，係香港城市管理成功嘅基石。仲有香港人對服務質素嗰種近乎苛刻嘅要求，因為香港嘅餐飲業競爭太激烈，服務生動作快、手腳利索係基本要求。當我哋去到深圳，如果個侍應動作慢少少，或者係答非所問，香港人雖然唔一定會當面鬧人，但係我哋嗰種焦慮同埋不耐煩嘅表情係遮唔住嘅。我哋會不停咁睇手錶，或者係不停咁張望。呢種對時間嘅敏銳，
亦都係我哋身上嗰陣除。2026年的今日，深圳嘅服務業水平已經提升咗好多，但係香港人嗰種快、靚、正嘅核心價值，依然係我哋評價一個地方嘅標準。講返嗰個柔順劑味，其實背後係一種對體面嘅追求。香港人就算去到幾窮或者係幾忙，出街一定要住得乾乾淨淨，衫可以唔係名牌，但係一定唔可以有皺褶，唔可以有酸臭味。因為香港係一個好講究第一印象嘅社會，如果你醉到不修邊幅膽出街，會覺得自己好似失禮咗人啖。所以柔順劑唔單止係為咗香，更加係為咗維持件衫嘅質感。呢種對外表嘅微小堅持，其實係一種尊嚴嘅體現。喺深圳嘅網民眼中，呢種整潔感就係香港人嘅體面。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會對酒精濕紙巾咁執着？除咗因為怕病之外，其實係一種對環境嘅不信任感。香港人長期生活喺一個極高密度嘅環境，我哋習慣咗要隨時應對各種細菌。由2003年的沙士開始，香港人嘅公共衛生意識就去到一個極高嘅水平。呢種潛意識入面嘅防禦機制，令我哋養成咗一種先消毒後享用嘅習慣。呢種動作已經變成咗一種肌肉記憶。喺深圳，如果你見到一個媽媽喺細路食嘢之前，先用消毒紙巾將個細路對手抹咗3-4次，然後再將個碗筷抹多次，你就可以肯定佢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家長。呢種細心同埋謹慎，亦都係結界嘅一部分。而家講下我哋嘅行山裝備，點解香港人咁中意住行山鞋去深圳？除咗因為要行好多路之外，其實係因為香港人好中意一種全天候嘅生活方式。我哋可能早上喺中環返工，下晝就去咗大東山行山，夜晚就去咗深圳食飯。我哋需要一套裝備，可以應付所有場景。On Cloud 或者 Hoka 呢啲鞋，既有運動功能，外形又唔會太過運動，適合襯返一件 Uniqlo 嘅恤衫。呢種萬用嘅穿搭邏輯，體現咗香港人務實、靈活、講求功能性嘅特質。我哋唔會為咗靚而犧牲舒適，但係我哋亦都唔會為咗舒適而完全放棄形象。呢種中間路線就係港式審美。仲有嗰個背囊，點解香港男人咁中意 Gregory？ 因為佢夠耐用，間隔夠多，可以裝落電腦、水樽、遮，甚至係一件薄褸。香港人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群體，我哋總係覺得隨時會落雨，或者隨時會入去一個好凍嘅地方，所以背囊入面一定係裝滿晒求生工具。呢種隨身攜帶、全副武裝嘅習慣，喺深圳嘅市民眼中，就好似我哋隨時準備要去遠征淡。其實呢個背囊入面裝住嘅係我哋對不可預見生活嘅準備。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明白咗點解我哋會自帶結界。呢個結界其實係由無數個細小嘅生活習慣交織而成嘅防禦網，佢保護住我哋嘅私人空間，維持住我哋嘅生活節奏，亦都標示住我哋嘅身份。2026年的今日，當我哋北上嘅次數越來越多，呢個結界其實已經唔再係一個障礙，而係一種有趣嘅文化標籤。深圳人唔再覺得香港人奇怪，而係覺得香港人有一套自己嘅生存美學。我有個深圳嘅地產代理朋友，佢話佢最中意接香港客，雖然香港客好挑剔，要求多，又要睇呢樣又要睇嗰樣，但係香港客通常都好準時，亦都好講誠信。只要應承咗就唔會隨便反悔。佢話嗰陣專業除，雖然令佢好大壓力，但係亦都令佢覺得好安心。呢種專業精神其實先至係香港人結界入面最值錢嘅嘢。我哋用我哋嘅行為喺大灣區建立咗一個香港標準。呢種標準唔係靠口號嗌出嚟嘅，而係靠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嘅行為表現出嚟嘅。所以我今日講咁多，唔係要大家去改變呢些習慣，而係要大家去擁抱呢些習慣。呢陣柔順劑味，呢陣酒精味，呢種快步伐，呢種對秩序嘅執着，全部都係香港呢個城市俾我哋嘅禮物。喺呢個融合嘅大時代入面，我哋唔需要變得同人哋一模一樣，相反，我哋嗰種獨特性先至係我哋最大嘅價值。如果香港人變得唔再守規矩，唔再追求效率，唔再講究衛生，咁香港人就唔再係香港人啦。我想喺度呼籲大家，
下次過關去深圳嘅時候，繼續保持你嗰種香港人嘅節奏，繼續快步走，繼續戴住你對耳機，繼續保持嗰種有禮貌但係又有距離感嘅微笑。如果你見到有人喺地鐵打尖，你可以用你嗰對專業嘅香港眼神去提醒佢。如果你去到一間餐廳覺得唔乾淨，繼續攞你支酒精出嚟抹。我哋唔係要去改變人哋，但我哋要堅持自己。呢種堅持其實就係一種文化嘅輸出。當越來越多深圳朋友覺得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好專業、好整潔、好有秩序嘅時候，佢哋亦都會慢慢咁受到我哋影響。2026年的今日，深港兩地嘅生活已經係密不可分。我哋去深圳食探魚、飲喜茶，深圳嘅朋友亦都嚟香港睇展覽、行山。喺呢種雙向奔赴嘅過程入面，文化嘅差異唔應該係隔閡，而應該係一種火花。我哋身上嗰陣港味，其實就係呢種火花嘅來源。當一個深圳人聞到你衫上面嗰陣柔順劑味，佢可能唔會即刻話俾你聽，但佢心入面會有一種感覺，呀，香港人嚟啦！呢種感覺其實係一種親切感，亦都係一種認同感。最後我想講，無論時代點樣變，無論我哋去到邊度，最重要係我哋心入面嗰份香港精神，嗰種對卓越嘅追求，對公平嘅堅持，對他人嘅尊重，呢啲先係香港人結界入面最核心嘅嘢。柔順劑味會散，酒精味會消失，但係呢種內在嘅氣質係永遠都唔會變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個結界會唔會太厚，或者係陣除會唔會太重。只要我哋係喺度散發緊一種積極、文明、專業嘅正能量，呢陣港味就會係我哋最引以為傲嘅標誌。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呢陣港味嘅真相，你哋而家應該全部都清楚晒，唔係乜嘢神秘力量，而係我哋呢幾十年嚟喺香港呢個充滿挑戰又充滿機遇嘅地方浸出嚟嘅生活智慧。希望大家下次過關嘅時候可以更加自豪咁做一個自帶結界嘅香港人。我哋唔係去融入，我哋係去交流，我哋唔係去妥協，我哋係去分享，帶住我哋嘅結界去發現更多有趣嘅事，亦都讓更多人發現香港人嘅美好。記住你身上嗰陣味，唔係化學成分，而係故事，係你喺中環衝過嘅紅綠燈，係你喺旺角食過嘅魚蛋，係你喺太平山頂睇過嘅夜景，全部都濃縮喺呢陣味入面。呢陣味係獨一無二嘅。2026年的未來，我哋仲會繼續帶住呢陣味行得更遠。大家過關買嘢開心啲，記得帶多個大嘅環保袋，展現一下我哋香港人嘅戰鬥力。等大家睇下乜嘢叫做專業消費。我哋下次再見，繼續拆解更多有趣嘅文化現象。拜拜。